11犯規。黑色11號犯規，20比14。21射波。21籃板啊！8秒進攻，10號射波啊，7號籃，29板犯規，7號射波，10號射，29犯規，99犯規。，99嗰度喎，29嚟喎。7號啊，1球罰球，炒啊炒 OK。 7號1球罰球入。呢個J 10號兩分入，99 turnover啊嘛。11犯規啊，黑色11。進攻時間8秒。黑色11啊，3犯啊，黑色11 3犯啊。深色11號3犯。深色11號3犯。30上籃入啊，21 turnover啊嘛。澳門人坐低。21 turnover， 30偷波嚟。冇人睇。33分入啊！10號助攻啊！6分鐘，28比14。21射波，換人。28比14，深色領先。點解兩個21嘅？呢個21個高佬又係21嘅，6副個高佬。11號上籃，佢29。你停咗佢？係有兩個21。停一停先。幾多上籃？30定10啊？11啊？11上21咯。淺色衫有兩個21。6副嗰個，6副嗰個高佬。 6副嗰個球員。30比14。5分27秒，進攻時間13秒。5分27秒。21起手啊！8號籃板。
10號起手，30籃板，30起手啊，33犯規。下次講起手講埋咩分起手啊？你睇球證舉手咪得咯，到時你都係睇片啫，你驚睇唔到number啫嘛，大佬。兩球啊，32分。OK。time out。成功時間8秒。33起手。29籃板。time out。係咪卡價？停啊！我哋進攻啦！要就拎喎。3號犯規。3分40秒。3分40秒。邊人入？係我哋之後應該唔係嗰個波咧，處理呢一個方，我哋整一個大波，就可以鏡過。係啊，鏡過。呢個會清晰啲。10號罰球唔入。10號1分啊！0號射波，24射波。2分30秒。5號射波，0號籃。黑色5號犯規啊！黑色天花門。24射波，0號籃板。3號射波啊！5號籃板，5號出球。24射波。2分。1分20秒。33-18，黑色領先。7號射波，24籃板。21射波啊！1號，11號籃板。50秒。11射波。
進攻時間8秒。30秒。7號射波啊20秒。一籃板0號唔使企位啦，唔使企位啦，5秒。啱係黑色嘅咯，睇唔到7號。比數33-19，黑色領先。啱一開頭嗰節 cut 咗，一開頭嗰節跟住同埋第2節頭嗰度係 cut 咗，而家我先用呢個，因為啱啱我唔知啊，停咗佢啊。第3節。